如果你有睇開自稱健康資訊嘅影片，你可能聽過一句說話：植物油其實比起豬油更加有害。有人話 Omega-6 會令身體慢性發炎，亦都有人話植物油會令內臟脂肪增加，甚至有人會話佢係現代人越嚟越多慢性疾病嘅元兇之一。如果呢啲全部都係真嘅話，咁我就有一個諗極都唔明嘅問題。點解呢個世界所有嘅醫院、心臟學會、營養學會到今時今日依然建議大家用植物油呢？到底係全世界嘅醫生都有錯，定係網絡世界太多誤導嘅信息呢？今日我哋就唔探討任何立場，淨係透過客觀嘅科學論證去得出結論。如果你係新朋友，我叫做 Hebe， 係一個讀緊營養學嘅大學生。呢個 channel 會透過客觀嘅科學論證，令到大家嘅身心更健康。未訂閱嘅朋友可以先幫手撳個訂閱掣，再 send 埋俾親朋好友。我哋一齊踏上健康自由之路啦！任何案件都唔可以淨係聽證人單方面嘅論證，仲要睇下實質嘅證據。所以今日我哋由最常見嘅指控開始。呢個指控其實唔完全係錯嘅，但係亦都唔係完全啱喎。好多嘅 YouTube 片都係講到呢度，然之後就結論 Omega-6 等於發炎。但係真正嘅問題係，人體又係咪咁簡單可以概括呢？真正嘅關鍵其實俾人刪走咗。首先，人體根本冇辦法離開 Omega-6。如果完全冇 Omega-6 嘅話，細胞膜可能會出現問題，皮膚屏障亦都可能受損，免疫力系統亦都冇辦法正常運作。換句話講， Omega-6 根本就係人體必須要嘅脂肪酸。咁點解一個必須嘅營養突然之間變成一個有害嘅物質呢？答案可能係因為佢以偏概全，淨係用單一嘅科學論證去解釋。好多網上嘅資訊或者影片引用嘅都係細胞研究或者動物研究，例如俾大量嘅 Omega-6 俾老鼠去攝取，導致炎症分子增加。冇錯，呢啲研究確實係存在。問題係人體並唔係老鼠。所以真正要問嘅係，人食咗落肚之後，到底會發生咩事呢？結果可能同大家諗嘅完全唔同。好多個人體隨機對照試驗同埋系統性回顧發現，喺合理攝取範圍之內，提高 Omega-6 嘅攝取量，並冇一致證據會顯示會增加各種常用嘅發炎指標，即係話人體結果同機制推論未必係一樣嘅。等等先，如果 Omega-6 冇咁多人驚，咁點解仲有咁多人話植物油有問題呢？呢一次我反而想幫佢哋講一句公道說話，因為有啲擔心並唔係憑空出現嘅問題，可能好多時候都唔係植物油，而係植物油出現喺咩地方。大部分人攝取 Omega-6 其實並唔係喺屋企入邊炒菜，而係炸雞、薯條、餅乾、蛋糕或者其他即食食品入邊。呢啲食物除咗植物油之外，同時亦都有高熱量、精緻澱粉、糖、唔同嘅高溫油炸造成嘅氧化產物，同埋令人容易食過量嘅特質。如果將所有健康問題都歸咎於 Omega-6， 其實就好似見到有人酒後駕駛之後炒車，然之後話一定係架車有事。講到呢度，一定會有人問，咁 Omega-3 同 Omega-6 嘅比例應該又係點呢？網上有好多唔同嘅數字，例如係4:1、2:1，甚至係1:1，但係其實目前並冇高品質人體證據證明，與其斟酌固定比例嘅本身，不如諗下點樣攝取更加多優質嘅 Omega-3。真正要留意嘅係，現代人普遍並唔係因為食 Omega-6 太多，
而係 Omega 3食得太少。所以真正嘅問題從來都唔係你食咗幾多嘅植物油，而係你太耐冇食深海魚啦喎。睇完成件事之後，我反而有一個更加大嘅感受。網絡世界好鍾意將健康嘅問題變成一件唔好嘅事。以前係膽固醇，之後係雞蛋，再之後係碳水化合物，到而家輪到植物油。但係我哋嘅身體機制又係咪咁容易解釋得到呢？健康從來都唔係由單一種食物決定。如果你今日因為睇完呢條片，就決定將屋企成支植物油都倒晒，其實或者冇必要咁衝動。真正值得改變嘅，可能係食少啲加工食品，食多啲天然食物，做多啲運動，提升睡眠嘅品質。因為真正影響慢性發炎嘅，從來都唔係淨係一滴油。科學論證最得意嘅地方，並唔係佢永遠都係啱嘅，而係佢肯不斷咁樣推翻自己。但係喺推翻之前，我哋至少要做足功課，睇晒成份嘅證據，而唔係睇單一嘅論證。留言講低你嘅睇法，我哋下集再見。